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娱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续来，咱来看圣诗130首。圣诗130首，耶稣尊名入我耳孔，耶稣尊名入我耳孔。那乐和谐的声，学乐伊的名，团主听痛，互天甲伊甲地拢听。咱起立来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他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第62篇1113页，我来启，恁来印。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生活，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
反正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厚。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所以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地顶、地洲、地，一切脚头拢会跪拜。这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上帝。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阮伫遮感谢俄勒你，感谢你即礼拜看顾甲保守，互阮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敬拜甲俄勒。阮嘛要伫你的面前认错悔改，承认阮的软正，求你搁一摆来赦免阮的罪过，求你来拯救阮，求你赏赐阮气力甲智慧，互阮面对撒旦魔鬼的时，会当刚强壮胆，战赢魔鬼的陷阱，赢过阮的心灵软弱的所在。主，阮要用你的教示甲话语来穿全副的军装。阮倒手要摕神的盾牌，正手要摕圣神的宝剑，救恩的头盔，真理的腰带，信福音的鞋。主，阮无啥物，只有你甲阮伫地的时阵，阮就有一切，就有恩典，就有祝福，就有富裕。主，求你互阮会重担甲压力、苦楚来交互你，求你互阮无摇喘、无惊吓，互阮完全信靠你的大权能。主，互阮每日出门的时阵，就是要荣耀你，来学了你，称颂你的名，互阮的丰盛、稳定一切来归乎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报告，咱看教会消息吼。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圣公神学院奉献主日，车派陈吉松院长前来本会讲道甲募款，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小会消息，6月1号拜四上午10点，伫国军左营坪为着林龙秋兄弟是哀莫吼，嘛是陈美花姊妹的丈夫临床洗礼，愿上帝施恩赐福。第三点，本会伫拜六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家庭探访，就是6月10号拜六早起吼，安排以下就是拜访的家庭是康彩珍、庄德英、姚明华，探访的牧长是陈建教的牧师引带咱的牧长，咱来看吼，咱以下数下来看。第四点，本会定伫本主日6月11号下晡3点到6点，伫教会副堂举办信服讲座，敬请有报名的准时参加。当天请伫活动8点钟进前来提早报到。第5点，本主日暗时8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6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
中职出席东江甲机构首长来列席。第6点，6月10号拜六下晡6点至9点半，邀请韩国宣教师小金牧师夫妇前来敬拜中心来传青年祈祷特会，邀请兄弟做伙来参加，互咱做阵为着新的一代领袖兴起甲进入命定来同心来祈祷。第7点，本会定伫6月11号主日暗时8点伫3楼图书室召开小会，敬请各位小会员出席参加。第8点，本会定伫6月18号主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当日第2场、第3场、第4场的礼拜爱做伙联合。若要接受洗礼、更新礼、小义洗礼，请伫6月8号拜四进前往办公室来报名。要参加幸福小组的，需要参加信用个别课程1点钟注意。第9点，本会定伫6月18号主日中昼12点至14点，就是下晡2点，教会副堂举办新家人 Party， 参加的对象就是2023年新的新家人幸福府长、长老、小组长，敬请6月11号主日进前来伫网络报名，也是伫办公室报名。第10点，2023年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就是要看到女关键幸福良率，定伫8月28拜12点到19点暗时7点搁8月29号拜2 9点到暗时7点，搁8月30号拜3 9点到下晡5点，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举办，费用是2500块请若要报名的来到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具体消息，合作社的消息，咱事后来看。国外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头一个就是咱伫后礼拜拜1到拜3，伫高雄牧灵行道会有即个华函宣教大会，这就是韩国有足侪宣教师来台湾，即帮有一个巴达人教会培灵过一个叫做金香龙牧师伊是韩国青州纯福音教会，因50周年因感觉关心宣教，所以有特别奉献100万为了这个宣教的大会所以举办伫牧灵行道会，咱敬拜团嘛6月初6会带来敬拜，这个金牧师的培灵伫6月初5甲初62暗拢伫这个牧灵行道会兄这个若要参加会当参加这是开放的第2就是敬星团结高雄区会伫6月18下晡3点，要伫咱油厂敬拜中心举行迄个潘志豪牧师咱前的青年牧师，伊要就任这个敬星团结高雄区会主任自家的这个牧师伊做这个家教的福音事工欢迎咱兄弟当管理真恭喜今日是咱6月的第几主日？第1主日咱拢有做啥物代志？庆生6月份的寿星请站起来好无？大家会当为着你
唱生日快乐歌啊，祝贺你啊！那咱来吟这个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感谢主，来，咱来祈祷为祝福。主，阮感谢你，伫6月份，阮中间的寿星，阮奉主的名祝福因，互因伫生日的时，心中向上帝献出感恩，因为阮的性命甲年日拢伫上帝手中。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上帝赏赐的活命。特别，阮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有灵魂的活命得到恢复。阮会当做阿爸爸上帝的囝儿，享受做伊囝儿荣耀的自由。感谢你，求你赐福阮的寿星，互阮伫过来年日灵魂体兴盛，互因所做拢会当亨通顺利。也会当来应神益人，求你也通过因祝福伫因的家庭、因的工作、到因所到的所在，拢有上帝你的祝福。愿献上祝福、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妹。接续咱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伫8月82页。台语、汉语本84页，和合本100页。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恁来看，我来强读。12章13节、14节安尼讲：众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啊，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若是耶稣甲伊讲，你即个人啊，是随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也是做分家业的妈，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若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无伫伊所积聚的丰盛，就用。譬如对伊讲，有一个妇人，伊的产园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但要安怎？佮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册窗，起较大的，就我的五谷甲柴米，拢要囤伫遐，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侪财米积聚，做侪侪年的路用，通清闲啉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什么人啊？21节，既若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面前，无好野的，也是安尼。以上，好了，咱请上年献歌队。
感谢上年献歌队用水的声音，甲感动人心的歌声来敬拜上帝。讲到伫今生为永远做投资，咱请陈院长。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过去咱拢有欢迎咱高雄的圣光新人院也有主日来遮分享吼。已经真侪档拢无来吼。咱即个主日真欢迎咱圣光新人院的院长吼，陈居松院长吼。感谢主，伊实在体力不休吼。虽然退休，但是佫被邀请倒转来吼，来斗帮忙吼。圣光新人院就是做新亚教育，培养真侪教会工人吼。咱感谢主吼，咱欢迎陈居松院长吼来分享迄早起即个信息吼。咱伫今生来对咱的永恒来做导师，咱拍鼓欢迎。陈牧师，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真荣幸今仔日有机会让咱有枪进入教会来分享上帝话。今仔日的主题经文啊，是讲到有一个人来求耶稣吩咐伊的兄弟，甲伊来分走散。但是耶稣无客气，就拒绝为这样代志做仲裁人。刷落去，耶稣就对众人讲。要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无伫伊所积聚的丰盛。耶稣讲这话，亲像甲即个人的请求丰满又不相干。但是咱若慢慢来读，慢慢来读，13节到15节，咱就要问一个问题：难道耶稣会讲一寡无关痛痒的话吗？绝对袂。耶稣所讲的话是句句拢是，咱像珍珠共款。安尼15节拢无贪心，就的确甲即个人要甲伊的兄弟分作业的人有关系。或者咱会使安尼讲，耶稣是针对即个人的尊心来警告众人，来提防，来谨慎约束家己。耶稣说落去，就透过一个财主的譬如来表达人的活命无伫伊所积聚的丰盛，就是讲人的生命毋是以拥有多少的财产来衡量。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咱要确认咱永远的价值是伫天顶。今日这世间咱所有的一切拢会过去。这个代志大家拢知影，但是大家拢敢若是知影尔定，并无真正来实践这句话的价值。伫永远的价值甲今生中间啊，这个现实甲责任中间，咱今生啊有这个现实甲责任，但是有永远的价值。所以学生就需要有最好的定位，意思是讲，咱既然有一个永远的价值，但是咱嘛是活伫这世间，咱有活伫这世间的今生的责任，安尼要安怎样活伫永远的价值，甲安怎样实践这世人生命的责任？中间有一个上好的融合甲定位，这就是今仔日我要和兄弟姊妹大家分享的。究竟咱努力经营今生的同时啊，咱要安怎样为着永恒来做投资呢？第一个我要和兄弟姊妹来沟通的是讲，这个财主。是牛王的财主，
耶稣称呼伊叫戆人啦，戆人啊，无知的财主。为什么伊是无知呢？其实咱来搁看，伊这个人嘛是真拍拼呢，拍拼努力来未雨绸缪，啊，佮真努力来经营伊的事业，对不对？但是耶稣称这种人叫做戆人，叫无知的财主，因为伊第一点，伊敢若看到这世人会价值尔定。这个无知的财主啊，规日想来想去就是我的土产、我的册仓、我的五角、我的财物、我的灵魂。所以伊人生的价值就是我的土产，就是我的册仓、我的五角、我的财物等等这属地的价值。伊敢若看到这世人的价值尔定。咱读圣经就看到，伊所有的、伊所在意的，就是这世间的价值，这世人的价值。所以耶稣他讲戆人，哦，讲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你所备办的要归什么人啊？其实无信主的人，拢知影这个道理，但是因为无有天国的观念，无有天国的愿望。所以，因所计较的，就是计较这世人的利益是什么。所以，这世人的价值是眼前的，马上看得到的，而且是立即性的，会让马上享用。所以，伊一定会成做咱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不是干那无信主的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咱基督徒嘛有这个问题呢。咱来看这个圣经啊，咱亲像是咧讲，互迄个无信主的人听，但是伊就是咱信主的人的问题啦。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你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拢知影我一定会死，我地面上物件拢总无法度带离开这个世界，大家拢知影。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嘛共款甲无信主的人陷入同款的捆绑内？为什么？因为是人性。因为这世人、这世间人的价值就是眼前。因为每一天柴米油盐酱醋，是每一天目睭擘开、闭紧的时阵就爱面对的。但是天国的价值是对永远到永远，是永远是真遥远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立即性的东西，一定会成做你现在的关注。所以，咱会真容易去关心，咱是毋是有更较侪的财产？我有更较好的名声无？我日子是毋是通过得较舒服、较优渥？咱的眼界，咱的目睭就干那看到这方面的代志，所以。咱应该常常问这种问题，问这个问题，就是讲，今仔日我所努力的、所追求的，有叨一项通带进上帝国？有叨一项会当带进上帝国？这就是咱每一天都爱问家己的问题，因为你一定会袂记去，因为你常常会袂记去。你每一天拢得用这句话来问家己：我现在所做的。有叨一项代志是咱带进上帝国的。我今仔所做的100项的代志，1000件的工作内面，有几件是咱带进上帝国。你只要用这个标准来测度，你才会警醒。安尼你才会知影，我会不会错失了什么东西？我会不会错过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第一点，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无知。啊，第二点呢，伊互属地的价值来掌握。这个无知的财主，规工拍算的就是，当下要安怎样？我要安怎做呢？我要拆我的册仓去较大来囤这出产。或者讲，伊已经互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啊所掌握。
因为当这俗世的荣华富贵成做你的价值的时阵啊，这个就变做你的追求，你自然就去追求伊，安尼伊就会来掌握你的生活。安尼大家有了解无？因为你一直在追求嘛，安尼伊就掌握你，伊就掌控你。所以当你一直在追求荣华富贵的时阵啊，这个荣华富贵就甲你绑票你的人生。所以地上的荣华富贵，即便拢是短暂的，拢是暂时拥有的，最后拢会归伫乌有。这大家拢知影，无一个人唔知影。但是呢，最后咱也是尽一生的气力去追求，这是真可惜的。你即便知道了，你明明知影，但是最后你也是互伊绑票，你也是尽一生的气力去追求。为什么？这叫做绑票嘛，这叫做掌控。这个掌控是上可怕的掌控，因为伊毋是有形的锁链，伊是无形的锁链。有形的锁链哈，你当挣脱啊，但是这种的无形的锁链哦，这种掌控你无法度挣脱。而且呢，你拄着这荣华富贵，你会自动缴械，哦，自动缴械，自动的去追求，这个是无敌的财主。兄弟姊妹，咱这个耶稣学生，耶稣的门徒，咱随上应该看清楚这个代志对不对？但是咱嘛有真侪人，那亲像无敌的财主共款，就去将这个属地价值一直追求到落尾，和这个属地的这个荣华富贵啊，就掌握，你就无法度睁开来。所以咱要安怎样来伫今生来投资永远呢？一个人信主进前啊，因为伊无天国的观念甲毋望，所以只干那看到这世人的价值，一定会去追求这个立即性的利益甲荣华富贵，然后就互这个属地的荣华富贵绑票。但是当咱信主了后，咱就是天国的百姓。过去属地的价值，咱就要换做属天的价值。但是咱有缘活伫这个世界，所以伫属天的价值，甲这世人的价值的现实甲责任的中间，咱就要有一个上好的定位。安尼，咱要怎样来伫今生来投资永远呢？第一点就是，咱就要用圣经的启示来做权威。咱常常听人讲，咱就要为主来活，为主而活啊，为主来活。但是咱来真细意，这句话啊，毋通变做一个口头禅呐，变做口头禅尔定。那讲了就煞，无实际的行动，无实际的这个行动纲领。所以，当你用圣经的启示来做权威的时阵啊，就是你安怎活，圣经就甲你讲真清楚。意思是圣经爱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这就是用圣经的启示做权威。啊，你会问讲，啊，你圣经的启示遐尼多，对创世纪甲启示录哇遐济，我是要安怎来做？我是要安怎来遵循啊？其实，咱会当甲伊浓缩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啊，就是耶稣所讲的。哦，耶稣所讲的话，其实伫这个伊伫世间活世间啊3年半尔点嘛，所以讲的话啊，句句珠玑啦，句句拢是珍珠共款，是非常重要。第一句话讲，恁着要去，恁着去，恁着去得着人，亲像讨喜的，啊得鱼如鱼啊，得人如鱼哈。得着人，亲像讨喜的人，
这是第一句话。啊，第二句话咧，伊就讲，恁着要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啊，第三句话就是，伊要上天之前所讲的话，就是恁着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从耶稣开始出来，服侍所讲的话，甲伊落尾所讲的话，甲伊集合起来，有三句话。这三句话啊，其实是一句话啦，就是啥？爱去传福音，互人来归入主。这句话，这就是圣经爱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圣经虽然66卷，但是这三句话会使是圣经内面的精华，就是讲圣经人浓缩成将当做三句话。但是咱去做，咱有这三句话，耶稣所讲的话，爱去做。但是做的时阵，咱做了安怎样？咱知影，咱若去迄个标一个即个工程吼，啊，这工程标了，咱做了的时阵啊，拢着爱有验收，对不对？比如讲，你若甲市政府标一个工程来做，你做了，市政府就要派人去验收嘛。啊，验收的时阵啊，一定要验收。啊，验收的标准是啥物？就是原先迄个设计图安怎讲，安怎设计。啊！你照迄个原来的设计图来验收，啊！你若无达到迄个目标呢，就是啥无成功，来去补救，还是讲爱去拍掉，安怎样等等。所以哥林多前书第3章有讲，有一天上帝要来验收咱所做的工程。既然圣经已经清楚甲咱讲爱安尼做，爱安尼做，啊！你有去做无？你无去做，到落尾。耶稣有一天要来验收呢，毋是干那讲讲的尔，讲讲就煞去尔，要来验收。所以有一天咱徛伫上帝审判大情的时阵啊，上帝要安怎来验收？上帝就是掀开圣经互你看嘛，比如讲伊掀开咱罗马字的圣经互咱看，还是掀开和本的圣经互咱看。哦，咱中间也有人捌日语，啊日语真老练，伊就掀开日语的圣经互你看，伊袂掀开英文互你看，因为咱拢看华语嘛。看迄个白话字嘛，对毋对？啊，伊就甲你讲，我的圣经内面讲得真清楚啊，你就无话通讲啊，哦，就要踢捌正人的喙，因为我已经讲互你听，你一定要照安尼做嘛。结果你无去做，还是做了有做那无做的，还是做了安尼阿里不达。啊，伊要验收的时阵啊，就是照圣经的话来验收啊，这就是原始的设计嘛。原始的设计图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圣经内面明明甲咱安尼讲，啊，咱若一天到暗拢来聚会尔定，甲咱聚会尔定，到时耶稣要验收的时阵啊，咱拢无通验收的工程呢。兄弟姊妹，耶稣已经讲得真清楚，你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一定会献这30个圣经互你看。伊会问你讲，我有叫你干那去聚会尔点吗？我还叫你去开幸福小组啊，按做幸福小组的训练啦，对不对？啊，你干那感觉干那聚会，你干那聚会都无去做，我吩咐你的啊，你来照主吩咐咱的去做安尼。所以圣经爱你做什么，有写伫圣经内面真清楚、真具体无？有啦。第二就是咱来用永远的价值来过这世人的生活，用永远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来过这世人的生活。其实耶稣真老早就伫约翰福音遐有讲无得为着败坏的美牛来着活，着为着长长伫底永远的美牛来着活，着为着长长伫底，长长伫底，常常存着，永恒的存着，永生的食物，就是讲长长伫底的永远的美牛来着活。所以咱着活，咱要努力是啥？是永远有伫地，而且永远的活命，
的美牛，但是咱常常甲眼光变过来，咱为着金色，即世人看到的，那伫遐着无啊。啊，但是咧，永远伫地，永远的美牛咧，咱却无去着无啊。这是真可惜。什么叫做会败坏的美牛？就地面上拢袂当，地面上的物件拢袂当带入去上帝国嘛。所以才袂当带入去上帝国的物件，拢总叫做会败坏的美牛。这拢总是放伫地面上，无法度带入去上帝国内面。比如讲，你有几栋老仔厝，啊，你过身了后，若是无信主的人，就烧5栋、6栋、7栋、8栋，啊，中国大约有当100栋、200栋呢。迄个楼房啊，就烧好伊啊。所以，这个永活的价值，就是迄个袂败坏。长长伫地永活的美牛，这叫做永活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所以你要把这个价值换做具体性的行动，就是去做，就是去做耶稣所吩咐的。所以咱伫地面上爱知影，咱逐工所努力的，你爱问家己，有倒一项，我会当带入去到上帝国。其实，耶稣已经甲咱讲，就是永远伫地、永活的美牛。你若开幸福小组，啊，引传人信主，这是毋是人带入去上帝国内面，而且是永远伫地，对不对？这就是永远的价值嘛。所以兄弟姊妹，咱得甲这个用这个价值爱搞清楚哦。你若甲价值价值无弄清楚，咱就迄努力，迄个暂时的，啊，永远的拢无努力，拢无着无啊，迄是真可惜。上到尾，你兄弟姊妹来，好，要安怎去实践？咱实践上天的价值的时阵，会带来什么款的祝福？第一就是今生的丰盛。第一就是上帝要互咱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伫箴言第10章20节，也有讲，耶和华会赐福，互人好业，也无掺忧闷伫内面。我用这个罗马字的圣经即因为罗马字的圣经读起来比这个华语更较好，较有意思，较传神。伊讲耶和华会赐福，互人好业。但是无掺忧闷伫内面啦，无掺忧闷伫内面。为什么无掺忧闷伫内面？互人富足以后，若会产生压力，你有钱了，但是有钱有压力呢？真侪人会甲你借钱哦。你朋友还是你迄个什么3姑6妻迄个朋友是拢无来往的。忽然间你中到迄个10亿还是5亿的头彩哇！一礼拜以来哇，逐个人，迄个你以前拢无熟悉，拢出现啦，拢来领导，要准备借钱啊。所以你富足了就有压力个嘛，因为你钱侪，所以你就真惊别人来借钱，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无掺忧闷伫内面？就是互你富足，上帝互你富足，而且是互你有承担这种富足的能力。互你有承担这种富足的能力，你若无能力、无气力来承担这个富足，你就袂当承担这个富足的压力。伫美国有人统计，所有中过大头彩的这些人的结局无一个有好的结局。有的人就跳楼自杀，有的人可能2年3年过得真富足，了后呢就潦倒一生。有的人甚至于后代、第2代、第3代啦，就因为爸爸中了头奖几亿美金，到落尾哇，为着这缘故
就起了冲突，兄弟啊，姊妹中间起冲突啊，避免啦，感情拢拍破，所以因富足啦，但是无承担的活命，无承担的活命，你的生命承担袂起这种的财富，这种的富足，迄个富足就变做你的救助。所以，那拥有这些财物，不但这些钱不见了，而且还搞得很惨。所以阿伯拉罕的福气，上帝所赐福阿伯拉罕的福是什么呢？就是互人因为我得到福气。所以丰盛的人生就是互人因为我得到福气。那是上帝爱叫你祝福别人，迄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一定先祝福你嘛。安尼你话福气通祝福别人啊？上帝爱你去互别人迄个奉献，互别人迄个需要，啊就伊就要先互你有钱才能奉献啊，是毋是安尼？啊你若无福气，你免来祝福别人；啊你若无钱，你免来奉献。所以这叫隐藏祝福的逻辑啦，隐藏祝福，就讲伊若要爱你祝福别人，你首先要对上帝得到祝福。啊，你若爱慷慨给人，你就要先有钱才能互人嘛，有一种富足会当互人嘛。有当时咱所有的无讲真济，但是咱互人，哎，上帝就因为安尼慷慨，就反倒等佮加较30倍、60倍、100倍安尼祝福人。这就是第一点，今生的丰盛。第二点就是永生的奖赏，永生的奖赏。当你有这种德性的生命开达的时啊，其实这是非常宝贵。但是伫这个地面上，咱还有一个永远活命的奖赏。咱要来读《彼得前书》第5章第4节，咱这位来读啊。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大意圣经里讲，就大牧者显现的时啊，恁要得到袂衰退、袂衰退、阳光的冕旒。这段圣经啊，其实上帝甲咱真具体，甲咱讲，伊要为咱准备伫天顶的奖赏是甚物？其实上帝甲咱讲的时候，咱嘛想无呢，咱嘛无一定了解呢，啊，因为咱是属地的想法嘛，啊，属地的想法，有当时无了解的属天，上帝咧讲的话是甚物？但是上帝真奇妙，伊咧甲你讲，我为你所备办的是迄个永远袂衰退的阳光的冕旒，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上帝伫这句话内面已经甲咱透露信息啊，伊要祝福咱，迄个永生的奖赏是什么？像今麦我问你，迄个冕旒啊是什么人咧戴的？王咧戴对不对？君王他能戴着冠冕嘛？比如讲咱前2礼拜迄个英国迄个王子对不对？叫做什么人啊？查尔斯伊就是就任那个国王对不对？他就戴上，迄个王冠冕啊真重呢。迄个伊丽莎白贵卿迄个我讲戴那个冠冕真的很重要，好几公斤呢。因为那边弄很多那个钻石啦，很多的那个宝石嘛，对不对？所以冕旒是君王在戴的。啊，伊在甲咱讲什么？我要讲，你伫天顶的奖赏啊，你伫天顶的奖赏，就是迄个君王的待遇啦。上帝真具体甲咱讲，就是咱能得到君王等级的待遇。所以咱若伫地面上努力到牧长，到这大牧者显现的时阵啊，咱要得到迄个袂衰退、
阳光会免流。你知影咱最近啊，明年1月就开始要选举，对不？立法委员还是总统要选举，即摆呢有几若组对不对？有人都毋捌做过迄个政府的官员，开始想要选总统所以选来选去，为的是啥物？总统嘛，对不对？选来选去为总统，若无选总统的，无人选举的，怎样斗争嘛？革命来革命去嘛，对不对？斗争来斗争去啊！为的是要啥？要做迄个上大迄粒嘛，迄个总书记嘛，对不对？拢是为着啥？为着即个地面上看会到4年还是8年上加专制的着啥？搁较长一撮，像遮习近平可能15年，对不对？但是伊会当搁做到20年嘛，我想嘛无法度呢。这是真短的时间，但是遐尔努力，遐尔努力，遐尔拍拼。但是咱若开幸福小组，就能得到君王等级的待遇。安尼你唔开，我就有法度。君王等级的待遇等着你嘛，你只要开嘛，对不对？你只要开，带领引出人来信主，这拢是永远伫地哦，这拢是永远伫地。你若努力去赚，1个月赚10万块、20万、30万、50万、100万，1块银、1角银，拢无法度带进上帝国。但是你拯救一个人信耶稣，就能带进永远的上帝国内面。所以咱开幸福小组有记得无？有啦。但是爱付代价无？嘛爱付代价呢，一定爱付代价。有价值的物件拢爱付代价，有价值的东西都要付代价。你若要读博士，爱不要付代价？我读4年呢，我伫美国读4年，我4年有一天要考迄个资格考试一日读10点钟呢，一日读10点钟哦。资格考通过，开始写论文，写论文了，搁考试呢。所以有价值的物件，拢是要付代价。咱做这个上有价值的，这个世界里面上有价值的，我问你啊，我得到这个 PhD， 我敢会当带入去天国？我都无，我用遐尔着无的时间，读，读2个博士，一个是核能化学，一个是其他博士。但是呢，我都带这2个博士，我都带去永远上帝国内面无法度啦，无法度啦。但是你要带引出一个人信耶稣，我都带进永恒的国度里面无？有啦，你比较就知影嘛。你知为什么来着无啊？是不是安尼？这就是价值的比较嘛。讲到这幸福小组圣公是伊最近开一个班次，这个班次就是我甲杨希如牧师伫遐谈了10次，前面9次伊拢无要插我，因为知影伊伫咧开研修会时拢真批判新亚教育嘛，批判神学院，其实大家人听到时就感觉不以为然呐。上帝我一个聆听的耳朵，我咧想讲，伊即个人是咱食饱伤营，因太太嘛甲伊讲呢，杨师母来讲，你都好讲得倒你哪着安尼批评这个神学教育？伊讲我食饱伤营是毋是？我若无上帝感动，我食饱伤营是毋是？我是做生意人呢，我上知影，迄个甲人和好是我的专长啊！我食饱伤营咧批评这批评迄，其实我听出上帝予伊一个使命。伫咱即摆新亚教育已经慢慢走向知识性、知识化的神学装备，所以咱对圣经知影真多，但是无行动力无都做出来。所以一个新学生毕业了，伊开始做传道时，伊变传福音咧，伊变安怎有一个整合迄个实践的课程，把它整合起来，无能力。所以我知影，我伫新学教育已经16年的时间嘛，我迄个第3任搁转来时已经16年啊嘛，到即摆已经18年啊。所以我知影新学教育的问题伫倒位，但是新学教育这个问题毋是
2-3天就能改变，还是2-3个月就能改变。所以我伫遐伫想，祈祷，想，上帝，我听到杨牧师的信息了，我就有一天内面有一个种想法，讲我来找这个杨牧师，我来找杨牧师，看会当献公神来甲这个幸福门训的系统会当合作。所以我还没第一遍讲，第二遍讲，第三遍讲，我就走去伊办公室，每一遍讲的时阵讲3点半钟啦，伊讲3点钟，我讲半点钟。伊9遍的时阵拢无去插我，我讲啊，实在我已经灰心的丧志，我就讲大概无法度啊，无路用啊吼。但是迄天咧灵修的时阵啊，圣神感动我，你已经甲伊讲，甲伊讲第9遍啊，刷落去这遍啊成功，就成功啊。但是你若这遍你就放弃了，毋着前面9次啊。前功尽弃啊！我想，冇道理呢，对不对？我上帝，但是你知影，我还没讲的时候，伊拢无咧插我呢，拢无答应我就对啦。假使这若是你的意思，求你给我智慧，我讲出迄个智慧有知识的话，互伊当掠掉伊的心。迄天啊，我咧领受了，上帝真正我有智慧的话，我迄天就去到。伊办公室讲杨牧师啊，上帝互你有种那像先知般的呼声甲责备，但是你袂使一直拢批评嘛，吼！你定爱互神学院还是教会一条出路。听了忽然间就愣住啊，所以无话通应。我讲，假使你甲圣公来咱合作，圣公是67年有历史的即个神学院，若会当合作成功，安尼有可能。华信嘛有可能啊，中大嘛有可能啊，迄个北信，迄个台湾神学院，是甚至南信嘛有可能啊。听了啊，忽然间，改成对伊内面啊有这种的感动出来。讲了时啊，迄天我讲2点钟，平时我拢讲8点钟尔，迄天我讲2点钟，我讲我已经想真久，我要安怎甲你合作？我讲啊，伫咧道授课程内面有95个学分，这个95个学分内面啊。有实践课程，差不多有25个到30个学分实践课程。但是实践课程讲实在，无你问迄个陈牧师看嘛？实践课程其实拢无什么实践呐，拢无实践。但是这幸福门训啊课程，已经上拢真实践，而且整合起来，已经整合起来。所以伊安怎教你，安怎开迄个幸福小组，安怎有邀请，安怎经营 base 的 base 爱经营的，对不对？无你邀请一遍了，你就无 base 的啊。爱经营，安怎经营？安怎来讲这个8遍的这个福音聚会？安怎样来这个注意这个base 的反应？我拢真深入呢。在研习会内面哦，3天上加讲到幸福小组5点钟上济啦，因为还有其他物件嘛，对不对？但是伫圣公神学院啊，我就跟他了解这幸福小组哦，45点钟，15个礼拜嘛。所以你5点钟到45点钟，9倍时间，都一个人学得更到位，都一个会当学得还是更深入。当然嘛是伫新人的课程内面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甲伊讲，我会当将27个学分拿出来，实践课拿出来，将幸福门训啊，你规划或者学分或者课程，我完全尊重你，将这课程啊，放伫那个道授内面，我无牺牲道授的核心课程。譬如讲圣经，一门课拢无减少；比如讲神学、教育神学、系统神学，还是其他神学，一门课拢无减少。个个教会历史神学，一门课拢无减少。我是干那把实践课程刻出来了，怎样？甲幸福门训这个整个整合真好的系统，已经完整整合掉系统的时候，甲放伫这个道授内面。所以这就是什么道授班的幸福门训组。所以毋茫兄弟姊妹，假使恁中间，咱中间若有人要了解，这甲咱教会咧做的，变做共一个系统。所以系统，佫毋是干那共一个系统尔定，
搁啥？搁会当搁做得较深入。啊，你讲啊，我都已经迄落无法度去读新南医啊，我敢会当上即个幸福门训？伫新南医上这会使，因为阮特别为着新学生以外，搁有一个牧者专班。啊，牧者专班提供予牧师，啊是即个区长，就是讲做幸福小组的即个区长，啊是小组长，会当来学习。所以这就是牧者专班。牧者实务专班，哦，啊，你免读迄个其他的65个学分呐，你敢若读这个27个学分就使。啊，每一个礼拜拜一会知影一门课，下晡一门课，安尼读4学期，14学期，所以你要学得非常的到位。啊，你做时啊，啊，第一学期啊，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哋安排去这个夫妻教会观摩见习。啊，第二学期开始有3学期，你在伫教会内面，伫你母会内面开幸福小组。啊，你若开过的人，过来读，过来了解，你就让开得更较有效果，更较有果效。这就是幸福门训的计划。啊，我这个想法啊，其实是互一个咱台湾即马教育部一个半导体学院。你即摆你有听过无？半导体学院，什么叫做半导体学院呢？因为半导体这企业吼，咱台湾即摆目前是用世界领头羊啊。啊，半导体哦分这上中下游，上游就是迄个基体电路设计、IC 设计，台湾是伫全世界占第2位啦。哦，像联发科哦，这 IC 设计真强。啊，第二就是啥？晶圆代工，就是台积电为首，对不对？哇，这是远远抛掉那个三星跟 Intel， 也让这个今麦跟这个3奈米啊量产的一个结果呢，良率啊到了80%、90%，哇，这三星32%点，根本就对不对，好啊，但是在啊下游的是啥？下游的是封装封测，咱高雄这个日月光啊，是全世界封测内面领头羊呢，第1名呢。啊，所以在半导体企业的全世界，咱是台湾上中下拢是领头羊。但是在半导体企业家吼，因为具有危机意识啊。因讲阮的人才来自各大学，物理、化学、数学啊，电机、电子、机械、资讯、工程等等哈。但是这人来到阮的企业内面，来到台积电内面，还是来到联发科内面啊，我大概用1年半到2年时间啊，来训练因。可以当了解我的企业，我这个工厂咧做什么研发，还是做什么迄个生产的流程，所以了真侪钱呢，啊用真侪钱来培训，来栽培，这大学毕业还是硕士还是博士毕业的学生进入这个企业内面，用出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所以开真侪钱。伊讲，阮等不及啊，等不及，因为这样，因为三星还是迄个 Intel 的竞争哦，真厉害呢。所以，因就组一个联盟，就甲教育部讨论，讲会当伫大学内面成立半导体学院无？啊，伫咧博士课程还是硕士课程那边，这理论课程照旧，理论程完全没有改变。可是呢，实务课程那边是咪让相关的台积电，还是从迄个日月光的这个制程啊，放伫这个实作内面。啊，所以你伫大学在读这个硕士、博士的时候啊，就已经会当无缝接轨到企业内面，所以毕业了就马上让无缝接轨进入企业，马上从事研发，还是实作、晶圆代工，都无需要搁用1年半的时间伫遐训练。这教育部吼伫准你，因就同意从善如流，就同意。所以迄阵啊，有4间大学设立半导体学院，第1间就是台大、清大，啊个阳明交大，啊台南就是成大。我拍算去年啊2月份的时候啊，中山大学因紧急提出一个半导体学院，这个 proposal， 这个啥叫做策划这个计划，就马上提供。因讲我已经甲这个联发科，对不起，我已经甲这个日月光
讲好势啊，因为你讲就是做赢咱遮两点嘛，对不对？阮应该讲好势啊，这个联发科迄个日月光吼，伊咧派这个工程师，还是这个总经理的职位的人吼，来中山大学来上这个课，做先进的封测。所以去年啦，都有5间大学成立半导体学院。日本无，韩国无，美国无，荷兰 ESMO 嘛无，独敢若台湾有半导体学院。所以我相信，这10年来，世界任何各国无一个国家会当对台湾的半导体企业对敌，因为咱有一个专门一个栽培一个人才是为着半导体学院来用的。为什么我就想到讲，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企业遐尼啊有这个危机意识？新人伊为什么无这个危机意识？所以我在想，我内面有足大的危机意识，所以我才会花10遍的时间和杨牧师谈，最后终于谈成功，感谢上帝，终于谈成功，所以我就规划这个道硕班幸福分享，所以伊虽然伊3年中间。伊伫遐开始伫跟咧做幸福小组哦，第一遍做幸福小组一定做到2到6个嘛，对不对？但是这边做中学，学中做，就让改进伊的流程，改进他的一些忽略的所在，做不到位的所在，拿走就拿好，拿走拿好，安尼伊就会当无缝接轨进到教会内面。所以恁教会伊跟咧做幸福小组嘛，所以就让进入内面。而且让个带动更大的一个新的一批新的一波的复兴。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这个危机意识，会让祝福这个学者，会让祝福建教会。你假说你若即马无迄个时间来学习，你让利用暗时，你是咧工作对不对？暗时会当来参与进修部的基督教研究硕士班。我们即马规划4年吼，你讲60个学分用4年，一学期你学2门课就好啊，选2门课就4学期2年，是上加2年半，就当4年半就当毕业安尼。假使讲我嘛无即个意愿读即个神学呢，我会当去圣公来修无有当，我嘛是当特别为着咱兄弟姊妹一个延伸教育，就是单纯。受装备，这课程真多真多元。比如讲青年事工，是为着其他的事工，特别为教会而开的这个叫做宅配课程，量身教会的需要定做一个课程来，这个是延伸教育。所以兄弟姊妹，就各种的课程我有。带来一寡这个延伸教育书，放伫这个外口这个桌面上吼。多谢兄弟姊妹，有我这个机会会当来分享。从头尾，我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耶稣透过讲这个无底财主的譬如咧教示咱什么代志？就是伫今生，伫这个世界，你安怎活？会决定你永远要安怎过。兄弟姊妹，我讲一遍吼，你伫今生安怎样活，会决定你的永远是要安怎过。就是讲，今生会决定你的永恒，今生会决定你的永恒。所以你的永恒要怎么过，就是由你的今生，你现在怎么过，你现在怎么看那个价值？如果你看错的话，你的永恒就很不好过。你看着某某姐妹、某某牧师，他真的站在永恒里面，好像享受那个君王的待遇。可是呢，你是享受草木和谐。你若是像迄个无底的财主，敢若看到这世人的价值，你就会去追求荣华富贵，然后伊就会掌控你，伊就会绑票你人生。但是咱若照主的吩咐，
去引带人来信耶稣，你就是在为着长长之地永活的美娘来着活，这种被换做永远的冕旒，会当得到君王顶级的这个待遇。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阮这点会当透过路加福音12章这段圣经，耶稣所讲的譬如来提醒阮兄弟姊妹，嘛提醒你的罗卜，会当伫这世人中间安怎样为主来活，就是照主所伫圣经内面所清楚吩咐的。伊激励阮的心，会当来活出来。上帝啊，拄听报告的时阵，咱油厂教会要进行新的一波的幸福小组。伫幸福小组开始进行有一寡训练，主要求你，互参与的人有这个热心，互这个拄伫思考安怎样来过今生这世人会记得的人，会当去激励因，来为着永远活会记得来着活。由上帝的施恩，伫咱正人中间，祝福所有兄弟姊妹听到这信息去做的人，愿你甲伊三甲同在，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回应是，咱这个时间的关系吼，咱无要回应，也无要讲道吼，咱就要来进入奉献吼。吼，感谢主吼，咱听到姨娘所讲的吼，咱讲若投资伫罪恶吼是稳了的吼，啊投资世界有时赚有时了，毋过若投资伫永生的上帝国度啊稳赚袂了吼。啊，咱的圣公新人伊会当，那个诚做教会半导体学院吼，带互咱的教会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吼。因为咱时间咱要来进行奉献吼。或者咱有伫即个周报内面有圣公新人伊的奉献录啊，请咱会当利用即个奉献录啊来为因特别的奉献。我相信咱。的奉献会带来祝福，圣公新人伊会当真正培养这个时代福音的工人，福音的工人，互福音会当传遍天下。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永远会当食做得到人亲像讨喜的媳妇，咱会当完成主所交代咱。召万百姓来做伊学生，互即个福音会当传遍世界，直到地极。请咱起立来吟奉恩诗。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看顾阮的性命甲一切。阮搁一摆来你的面前，求你来感谢你赏赐阮属龙工商的所有主，阮用信心的奉献，求你来接纳主，求你伫阮的接纳的部分，奉献的部分，求你来互阮教会来使用，互大大的利用。感谢你，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阿们。咱煞来用祝福车恳403首。
主接见我，主接见我，主接见我，接见我，主引导我，主引导我，求你引导我。先行之力救我，我没出息，我没出息，我没出息，奉主性命拿出去。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直到伊个再来。阿门。请坐，闭会。